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欠悬，医疗自费的金额嘛变济咯。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是认为讲，健保无可能会当包山包海哦，政府应该爱思考来增加健保总业的预算，减少一寡自费的医疗项目。台湾全民健保实施到今已经伫要满30年，不过自费医疗占的比例煞愈来愈悬。即嘛新的药啊、新的医材、新的医疗手术甲技术持续出来。嘛带动自费医疗的市场。以骨科来讲，现在看到的自费医材，包括骨长期咧用的钛合金的钢棒、人工关节的灰珠啊，还佫有微创量骨钉啊等等。医师嘛举例，亲像心脏科、齿科、甲骨科等等，拢是较侪自费医材的科。因为科技不断的进步，很多的不管是材料的进步、设计的进步，全民健保我们知道国家没有办法一直在给大家涨健保费。但是科技不断的进步的时候，国际大厂都会涨价，涨价是合理的。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压悬，医疗自费的金额嘛直直增加。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教授鲍建军分析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会员国自费医疗占的比例，结果发现讲台湾是排第3名，自费占的比例有到31.5%。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认为讲，最近这几年医疗成本大幅度增加。各间病院医疗的收入自费占的比例，逐年咧增加，这是会当预期的趋势。健保无可能包山包海。认真的去思考，健保的总额预算还是要适度的增加，大家多缴一点保费，让原先是属于自费医疗的项目纳入健保呢？还是要如同现在的发展趋势，健保只能保基本的一些医疗项目，剩下不足的，除非你自己有买商业保险，那否则你可能就会面临财务上的困境。洪主任表示，要好好思考健保总额预算，也是要合理来增加，才会当互健保署更较有能力纳入更较侪原底属于自费的医疗项目。嘛建议民众伫目前的健保制度，面对高医疗费用的时代，规划适合家己的商业医疗保险，才会当减轻自费医疗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